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19点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理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活着一天，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呼气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多1分心力去注意别人，就少1分心力反省自己。